马上哦。哟，两种相片，火烧猪头，熟死哩。我的，其实是皮卡丘。听等见声嘞，家家全部爱来去看。阿妈妹，东方喜界全本自家间来哦，孙呢？孙五有了，弟弟爱过往。啲背杜間煙從煙通前唔熟事嚟，咁唔做得穿咯。冇想講，通前穿下兒，穿。阿妈妹，你青菜穿相片，连已经翻到昨天翻了。穿來弟弟，阿媽有事情，用個三啦。用個三，小心有須臾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鲜肉律师石宇。現在就是面不改色的，就可以講出兩張面的錯嘞。我做做音有上看的啊，我吃到面的糖一类咩冻后上冻剪刀的你口吃冻头上啦，他用眼睛熊狗是错的。系啊，就熊的时候，还做在吃书啦。好啊，冻赞啊，给你一个赞。好，你记不记得不用个主题，不是后上应该主题，系路不应该主题，是记得冲下会穿中背图，你自家有收到过吗？有啊，你拿出来可以啊。当你是会收到中地图。听到的啦，好啦，不过像你慢慢阿婆没冻好穿中背图，安用你为入门题吗？其实啊，一般人来讲，你就喺传咧中 P 图地图啊，喺由骗人创作的法，喺骗人把个图骗人去咧翕相的相片的法，其实最有可能会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。那违反著作权法的运用的咯，其实就会有两种问题。第一种係讲著作权人佢喺知道讲，你用做得用来就是拿讲的法，你就有可能会赔佢钱，也係民事责任的问题。那另外一部分係。國家呢度會保護嘅著作權嘅，佢會因為以去影響到騙人嘅著作權，佢會罰你錢，然後輕度會判你關3年嘅以下有期徒刑，然後罰75萬元以下嘅錢咯。該慢妹阿婆已經免水安排的海爾不應管也太可怕了，聽聽人講咧。係啊，故作大家一定要注意哦，因為啊著作權法佢規定咧，佢罰咧就是動蟲哦。係，咁你用辦去看，呢種圖係唔係有人去創作嘅，韓國會唔會犯到嘅呢個著作權法咯？其實啊，著作權法佢地度愛看有違反著作權法，有受到其他保護啊，吼，其實主要看佢有嚴重性嘛。嚴重性。我認為看有嚴重性哦，其實裡面有兩個部分，第一種就係延時性，第二種叫做創作性。延時性咧，簡單來講，就係講佢係一隻作品一隻圖，係咩幾十年。創作權人佢自家一開始做獨立創作出來嘅，佢自家畫嘅圖，佢自家寫嘅書安尼。那第二個創作性就係講，佢係咩創作權人，因為佢自家條那地度嘅想法，嘅創意，佢自家攞佢呈現出來俾大家看，安尼就係。自己的創意的話，就會受到著作權法保障。所以演重形式演習加上創作，兩種加強下是錯嘞。冇錯。韓國，你種圖看一下，你有看到嗎？該皮卡丘？是在模仿他，對不對？唔係啦，你看到呢次人通常分享，就呢次唔係是做得穿的咩？我想看的哦，今日啊，有看到認同搶分享一隻詩。不過，因為第一隻詩係一開始創作權人佢創作的時候，佢就加上伊嘅，也後尾人導佢寫上伊嘅咯。有道理，可能你係翕一張相片嘅你，唔講你做嘅是啲乜人通常分享，全部我是加上去，是全部其他人該未會入問題吼。係啊，故說啊，其實係沒有認同搶分享一隻詩，其實咩某一天就講。唔會違反著作權法，因為本發現法啊，哈，其實佢會看兩個問題，有個關鍵。第一個就會講，前面已經講過嘅，一個作品，一個創作，佢係未受到著作權法保障，有原創性冇。原創性。第二個就會講，佢傳嘅對象係滿意，佢咩嘅，佢係傳到七家無卡地度嘅人本，七家數百萬未地到，大家七家人嚟分享嘅話，其實佢冇有乜個問題。
那唔过呢，其迄全部其他的其唔熟识的人，毛主枪慢慢也跑去传到一只爱国网。比例爱国网嘅，你袂拄可能动动伊100个人，佢冇可能低到130、230嘅全部都識，而且全部嘅唔熟識嘅人法，最有可能會違反著作權法嘅規定。該是做唔睇是錯嘅，所以最尾咪提醒各位親戚朋友。咩親戚朋友各位大家啦吼，當好春安尼長輩兔門中門口嘅朋友啊，安尼做得去春，做得分享本順條嘅朋友啊，冇係順啊，通常做得春，唔過最尾啊，做唔得春本唔熟時間嘅，真緊做唔得咯，就上次會遲到，衝下收到啲種嘅兔遲到當翻頭。其實唔會啦，真件唔會啦。唔會。遇到後生可能會遲到收到安樣嘅長輩圖，會遇到嘅煩，唔講嘅遲到，你咪係長輩對安尼嘅關心，韓國機咪會遲到，機動後生啊，韓國來開安尼嘅氣力啊，所以大家冇遲到煩，韓國咪會提醒大家是全部人是緊緊時候了，安尼法律理準是到啲片，所以當好安尼嘅單元緊緊，就得隨時看復起來咧，冇事係客家田時推介面數 YouTube 去點讚 follow 哦，安尼法律理準是到啲片了，再會了。